来看新竹县第8市高铁站的附近，种170多丛叫做猪屎花的树啊。因为每当开花的时阵哦，拢会有亲像猪屎的臭味，所以附近的民众是真怨叹哦。公所是表示讲，已经决定讲要把这个猪屎花哦，拢撤掉，改种别款的树啊咯。新竹高铁站附近有真侪办公大楼、学校以及客家，住伫附近的人，因为树啊产生的臭味真怨叹。除了臭味，有的树啊因为树根生了伤过头粗，破坏到人行道的路面，民众经过这也惊跋倒。开花就是会有臭味啦，就是说你走过人行道这样，就突然间有臭味，这样子会感觉不太舒服。刚开始的时候树小小棵，没有这个味道。等到树大棵，一年一年大棵起来的话，这个味道出来的。每年3、4月开花的时候，有没有那花苞它掉下来就很臭，就像那个猪大便的味道一样。专家讲，这款花季合作长叶平坡的树啊，其实不适合种伫人行道，应该种伫跨坑的所在，因为这款树啊开出来的花会有亲像猪屎的臭味，所以又搁合作猪屎花。这种植物它生长非常快速，所以它需要有很大的空间。所以像这种人行道一般来讲不适合栽培长叶品柏，它适合种在空旷的地方。那开花尤其会有像猪屎般的味道，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国人会觉得很受不了，所以又称它叫猪屎树、猪屎花。第8市公所表示，经过讨论，按算甲现场170多丛的猪屎花全部撤掉，再搁在人行道种别款的树啊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